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6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81852例本土病例，有104个人死亡。今仔开始全面快筛阳性，经过医师确认就算确诊。全台湾5岁到11岁囡仔，今仔开始注 BNT 疫苗，台北市安排伫学校注。高雄市有8间病院推出5岁特别面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仔出海去南太平洋岛国，佮当地稳定8个国家访问，美国是真烦恼，会有互相协议。过来，已经连续真侪天，一日拢8万多人确诊。有医师表示讲，目前看起来北部的病例有减少的趋势，也毋过中南部开始在拖，所以台湾的高原期应该可能会继续8天，甚至10外天哦。咱国疫情的发展的曲线，甲日本、韩国真相像，疫情要稳定哦，可能毋若需要4个月时间，想要伫9月份恢复正常的生活，恐惊有困难。国内新冠疫情连续真侪天维持8万左右的个案伫增加。指挥官陈时中认为，目前是伫个高原情况，也互各界也伫关心确诊数是毋是会向欠悬的方式成长。对这代志，有医师就表示，虽然北部病例数有减少的趋势，不过中南部的病例数开始变多，所以台湾的高原期也有可能维持8天至10外天。我们会在高点持续一段时间，可能1个礼拜、2个礼拜都有可能。那所以呢，我们的每日确诊人数呢，大概就会在这个8万10万之间嘛，大概是最有可能的。北部之后的大概2个礼拜，大概的高峰期大概间隔2个礼拜了。中南部已经即将要进入高原期了，大概到2个礼拜之后，你就会很清楚看到中南部的高点会在什么地方。黄立民认为，台湾的高原期无亲像纽西兰、英国的确诊数像遐悬，不过若是全面实施快筛阳性就算确诊，当每一个确诊数拢有传资料，确诊数都可能冲破10万。有意思是讲，疫情流行曲线爱看较远的，袂当干那看1、2天的变化。而且最近死亡数增加，这反映进前的疫情高峰。不过也搁伫个预测内，新冠病毒的一个死亡率从一开始大概就是2%到4%。那欧美国家有一些一开始就是医疗机构的量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它死亡率有的时候会上升到那个6%、7%、8%，好，那很高的数字。那我们现在的死亡率都是0.几%啦。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很多人打了疫苗，有免疫力。所以有大幅降低死亡率的结果。李炳英表示，最近确诊人数呈现高原情况，这表示民众防疫警觉性真强。虽然疫情未向欠悬，不过可能会开搁较侪时间才会消退。因为附近的日本、韩国疫情慢慢升悬，慢慢降落，4个月也未收煞。不过以上乐观的方式来看待，上近9月都有机会恢复正常的生活，而且只要群体免疫达到一定的程度，应该会当适度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疫情的滚价将近有16万的学生确诊，各县市23开始，高中以下拢先停课1礼拜哦。学生佮家长是拢真关心，讲敢会提前歇落。今仔早起，台中市长罗秀燕是宣布讲，台中的学校伫6月初2进前拢线顶上课。那因为台中市目前正在疫情的高峰，非常的严峻。也因此呢，我们决定这个停课不停学的计划再延1周，哈，就是从5月30号礼拜一下礼拜一开始，到6月2号礼拜4，孩子们高中、国中小学的孩子在家里线上远距上课，不必实体到校。那公立幼儿园的小朋友哈，那可以在家里面。目前宣布要延长线顶上课的县市有台北市、宜兰、台中、新竹县、彰化、云林、嘉义市、南投。连江县的各中小嘛，对6月初6到6月初10嘛改线顶上课。桃园市阁有高雄市哦，下晡会宣布。再来看台北市今仔开始伫学校帮儿童注辉瑞 BNT 疫苗。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今仔早起去民团国小是做了解哦，因为有 BNT， 所以真侪人拢放弃要注莫德纳。以民团国小来讲，本地是有135个学生要注莫德纳，后来是有上百个人哦临时改变主意。
学童排队等台北注疫苗。台北市儿童 BNT 疫苗开始做的头一天，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透早就去民团国小来看，现场规划有这个报道区、看诊区、注射区，还有观察区这个空间。校方表示讲，学校有针对这个时段年级来做分流。一早的时间，一开始7点50到8点20是施打我们的儿童、成人的 BNT。还有我们的莫德纳全系跟莫德纳半剂，8点20以后就开始施打我们儿童的 BNT。也若开放儿童 BNT 的疫苗了后，是毋是会出现讲无要注莫德纳的这个状况？黄珊珊直接讲，确实是有这款的情形。民团国小家长会会长潘宗业伊表示讲，确认会当注这个辉瑞了后，安尼真侪原本无意愿要来注的家长，这边拢会来注，所以伊的注射率有超过5成。当然，其实有一些群众效应，就是当大家觉得说，好像儿童 BNT 比较好的时候，那自然在我还没有能够做决定时，我自然就会选择说，那我也要跟着打儿童 BNT。那这个是目前在家长群里面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现象。在民传国小看起来是有的，因为它原来是有135个人，后来有114个人抽单，所以去打超高达84%，的确会有这种状况。黄珊珊进一步说明讲，进前除了开放这个上网来预约的19000外个名额以外，伫个学住的名额是差不多有5万至6万左右。黄望讲会当紧的伫个6月初3进前，甲这个儿童疫苗甲注好煞。北市嘛有针对疫苗的缺口来甲中央申请。记者综合报道。5岁到11岁囡仔今仔开始会当注 BNT 疫苗，也毋过烦恼讲5岁囡仔注射会有状况。高雄市政府和包括联合病院、高医等8间病院推出5岁特别门诊咯。今仔开始一透早就有家长带囡仔来排队。囡仔下生命抵抗，护理师冷芳甲疫苗注落去。透早8点半是高雄联合病院5岁囡仔 BNT 疫苗的特别门诊，要未开始就家长带囡仔来排队。不好预约，蛮抢手的啊，所以就是预约好像听说一下就满了。晚上8点开始嘛，那8点到了，其实一直连不上去，忽然就过了5到10分钟，突然就连上去，然后就预约到了。有家长讲，2时暗时8点开放预约的时，网站搁卡掉咧，试真久才成功。也有一群人是做伙连线，先抢到的就替大家来预约。小朋友打完针的一些不舒服，不要认为绝对是打针的副作用。如果有严重的精神食欲下降，或是开始发高烧这些情况，其实还是应该要给医师做一个诊断。医生提醒讲，注完疫苗可能发烧，不过囡仔若出现疲劳、筋肉潮的症头，嘛要注意监视较紧，莫因为注完疫苗就认定症头拢是因为疫苗的副作用。为了防止病毒继续传，高雄市要伫6月初1开始发放65岁以上的时段、原住民、有囡仔等高风险的族群，一个人2份快筛试剂。不过有民代质疑讲，要发快筛试剂是安怎无爱全高雄市大体检？我们会根据风险来这个发放我们的快筛试剂，一些包括长辈、小朋友，这个是我们认为在这一波里面有接触风险或者是有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可以先筛。市府表示，高雄已经是全台湾提供上济公费快筛试剂的所在，亲像长照、心身障碍等机构，也是逐礼拜由市政府提供3个月公费快筛试剂。未来看状况调整，目前也是以高风险的族群为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去年的11月份，有一个16岁查囡仔亲像注 BNT 疫苗了后死亡，家属今仔早起跟观察去指挥中心抗议，讲因到搭阁无看到验尸报告，嘛无摕到死亡证明书。家属伫前卫生署长用质量的陪同，嘛去台北地检署来提出国家赔偿的诉讼。政府无能，政府无能，还我真相，还我真相。一群人大声喊抗议口号，咱跟观察，咱也人抓去疫情指挥中心的大门口，要求政府予因真相。因为16岁姓房的妹妹，去年11月份，好亲像注 BNT 疫苗了后死亡，不过遗体伫咧冰柜冰100多天，到即马也无法度安葬入土为安，互做妈妈的心真痛。我的孩子才16岁，然后打了疫苗就莫名其妙的猝死，然后你们
在司法相验之后，你们既然解剖报告书是不能给家属的，所以我今天要去地检署在案里申告。房妹妹妈妈表示，查某囝的遗体上验过程，卫生单位甲法务部互相相杀责任，唔知检验倒一寡项目，家属嘛看袂到解剖报告，摕无死亡证明书，所以无法度替查某囝办告别式。礼拜四。特别写一封陈情批，予指挥官陈时中要求伊落台，并且爱予因交代。随后，伫前卫生署长杨志良陪同下，搁去台北地检署控告政府是无顾人命。台湾的司法早就死了，但是为什么要来安宁控告，留一个历史记录？杨志良指出，姓房的妹妹伫这件事件中，因为官方的疏失，遭受一寡无公平的对待，应该爱提起各部的诉讼。尤其是即马儿童疫苗陆续开始做，希望政府重视疫苗副作用也甲致死死亡的问题，莫阁有下一个房妹妹，也是有下一个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防疫保单的争议是真侪哦。金管会今仔宣布讲，伫开始快筛阳性，经过医师诊断算确诊，也毋过保险公司是爱按照契约来理赔。金管会保险局嘛强调讲，这必须爱有医师的诊断哦。另外，针对轻症的居家照护、陪同隔离的理赔原则，保险局是表示，伫这部分哦，佫无共识，也毋过原则上，只要依法收到隔离通知书，就算是陪同隔离，业者嘛是爱理赔。保险不保险？理赔不认赔。防疫保单乱象乱真久啊，核保条件出险要件对着防疫政策绑令愈来愈严。最近申诉案件不断，其中各以核保争议上侪。我已经缴费了，因为他们家的那个疫苗险跟着防疫保单一起买的，可是时间还没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们公司停产，然后要强制下架。他就说我重复核保这样，询问主管之后回复我消息，然后到现在就没消没息。金管会保险局解释，产险一年一保，而且无保证续保。通过核保前，业者有核保权，毋过核保了后，就需要依约理赔。金管会也宣布，为日日开始快筛阳性，只需要经过医师诊断就算确诊，产险公司必须依约理赔。快筛阳性也是要经过医师的一个确定，作为他一个认定的一个理赔要件哦。毋过，轻症居家照护、陪同隔离、理赔指引，各公司到即马拢无共识。金管会表示，会要求业者赶紧对外公告。毋过，陪同隔离若做依法得到隔离通知书，原则上业者都要给付理赔。居家隔离通知书，它是依照48条，那这个部分保险公司就应该要依约去做一个理赔。立委要求金管会负起监理督导的责任，同时希望业者积极受理保单的争议。另外，也伫面册成立保单申诉平台，若是出现防疫保单的争议，民众会当透过平台寻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水上乡有一个52岁姓江的查甫人，伊啉酒了后，甲有申请不加保龄保护88岁阿嬷拍死，伊随着互警方抓起来，因为是抬死血亲的同罪，嘛有逃亡的嫌疑，人已经互压起来了。你讲老话啊你伫外口，你莫入去。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阵，动手的查甫真镇定，佮讲阿嬷只是鼻仔流血。嘉义县水上24号暗时发生家暴案，52岁江姓孙仔酒后甲带做伙的88岁阿嬷冤家，出手打行动不便的阿嬷拍成重伤，送医了后不治。他有头部的钝性的创伤，还有那个双侧上肢及胸部有挫伤。当人25号因为违反保护令互抓起来，检方烧验了后，发现阿嬷的头、胸坎等所在拢有伤，厝边甲家属接到消息拢真艰苦。都无钱，就要找伊讨钱，就讨一百两百，我要食饭啊。因为他正常的时候就很好，还会照顾他；不正常的时候就喝着酒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厝边表示，孙仔过去就捌拍过阿嬷，家属嘛证实阿嬷有申请家暴保护令，但因为工人靠做人工卫生，阿嬷唔甘，也是甲孙仔带做伙，想要到煞发生悲剧。被告经询问后，坦承有持拐杖殴打被害人的身体，但关于殴打部位的说辞，与卷内的检验报告书及诊断证明书所显示的伤势不符。检方甲法院认为，嫌犯涉犯抬死遗体血亲尊亲属罪，犯行讲法煞避重就轻，进前阁有真侪摆犯罪通缉到案的记录，有走路的可能性，由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陈焕武、柯建准嘉义报道。
来看国民党的中常会总提名蒋万安参选台北市长。今仔蒋万安头一个行程是去殡仪馆募资，伊嘛批评讲政府的防疫政策是乱糟糟哦。另外，桃园因为国民党提名张善政引起地方的反弹。张善政今仔是总算甲罗志强桃园市议长负一成见面沟通了。关爱心医疗物资，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获提名参选台北市长的头一个行程，是先去市立联合病院，感谢医护人员伫咧疫情的期间辛苦的付出。那批评中央防疫政策是规个路苍苍。特别最近，我相信民众都看尽政府的傲慢和无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就放任民众与病毒共存，超前部署已成谎言，事后补救更是荒腔走板。蒋万安认为讲，这2年多以来会当度过疫情，拢是靠民众自主防疫，嘛呼吁政府都要赶紧做振兴经济计划，这是第一要紧的。伊嘛表示有信心做拿赢带头的人。我非常有信心，在年底能够带领所有的台北市民挺过疫情，开创新局。蒋万安参选顺利起鼓，不过国民党伫咧桃园提名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却引起党内反弹。张善政积极想要化解误会。26透早，甲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做伙去桃园参加祈福，嘛强调讲选举是一时的，不过甲罗志强的交情是永久的。关心桃园是永久的，我跟志强的交情也是永久的，我们不要被选举影响到。张善政真过来去桃园安打党内无共款的声音，真正想要拜会桃园市议长，区域性选2届拄无着，26总算顺利见面，区域性阁送伴手予张善政，营造团结的气氛。甲那赢伫咧台北、桃园一直有选战的行动来比，民进党是还无着急要公开，是采观察的态度，才过来选出适合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5日这连假，交通部阁代替沟通哦，代替工会总算是答应讲要维持火车的正常运作，尽量袂去影响到民众环境。交通部嘛强调讲，代替公司化条例处罚会用半天的时间来进行沟通讨论。为着维护代替5.1劳动节停驶恶梦阁发生，交通部连续几日天积极甲代替企业工会来沟通。工会总算同意5日节连续假期袂集体请假，会正常上班。针对这点，交通部长王国材讲，这是家和万事兴。接下来密切甲工会讨论代替公司化条例下底16个处罚。不过，立委质疑讲，公司化无代表着安全，要求交通部来监督代替积极来解决。运安会每年给你们的改善建议的这样评估报告。只改善了12%，这个交通部跟台铁局都必须要深切检讨。这个我们会来盯台铁，不是公司化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另外，疫情了后的观光要安怎来复苏？交通部长王国材讲，因为边境可能无遐尔紧开放，所以向行政院争取60亿的预算用伫振兴。其中的5亿按算保护客运，其他是用伫旅宿观光，还有游乐园等等。不过，拢毋是像英国纾困的性质，爱招规团的去才摕有补助。就是你要组到一定的团，有人去住你的旅宿，有人到你的游乐园，哦，或有人搭你的公路客运，我们才会用这样来做一个补助哈。跟以前纾困不一样，以前纾困是不管你有没有做任何事情都就是人头的一个补助。不过，过来疫情更严重，振兴的方案敢有法度成功吸引人阵呢？交通部讲，最近会阁甲业者来座谈，听因的意见，希望兼顾防疫甲生活，再阁甲振兴的方案公布甲实施。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之前讲，若是中共要拍台湾，伊会用军事来保卫台湾哦。这款讲法引起真侪讨论。咱国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早起就讲哦，爱家己先帮助家己，才会有人来斗相共。袂讲因为想的一句话就真欢喜，还是都有靠山。中华对起来情形无等好，美国总统拜登讲会动用军事介入来捍卫台湾，引起国际讨论。国防部长邱国正2日讲欢喜听到这个消息，不过自助才会有人做，袂因为一句话就拢要靠别人。自己战训本务要做好，否则的话，光凭人家一句话或者一种动作，就好像很高兴的就依赖他了，我们不会这样做的。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当地改造台湾的防卫体系，根据武装乌克兰的经验，要甲台湾打造做间谍来吓惊中国。针对这点，邱国正回应讲，间谍的战略甲台澎防卫作战有搭吧，不过国军袂照咧做，也让外岛甲离岛传出的部署试验飞弹，
国防部有咧考虑，不过针对刺针飞弹的效果引起众人的关注，区国强有话要讲。建设刺针飞弹，这个各有利弊了啊。我们不能讲说到最后有一些其他那些装备我们就弃而不用，不是一昧只在意一种武器装备啊，就认为它天下无敌了，这个不可能的。国防部委托中科院针对海空战力提升的计划，筹建飞弹武器。中科院表示，今年有甲170间厂商合作，金额有376亿。为了预防利益的冲突，中科院参照宣传门的条款，列管2000个履职的人员，确保武器顺利生产。因为嘛关心讲，最近甲美国买军备卡关，替代方案敢是有包括甲其他的国家来制接？你除非有其他国家可以采购嘛，你有吗？这个我们也是考虑嘛，考虑有没有其他国家替代方案？有没有？这个跟委员私下再做个说明。私下再说。咱台船按进度持续推动各座舰舰，不过进程连租60亿，引起立委质疑台船经营的状况。针对这点，海军表示台船的运作正常，区国强讲会安排专案编组去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仔出发去南太平洋岛国和东帝汶等8个国家访问，头一站就是去所罗门群岛哦。美国国务院是真烦恼讲，中国这次访问，甲这太平洋岛国的谈判甲协议可能会有误想，也毋过中国是好人哦，强调讲只是交流合作尔。飞机慢慢伫暗暝中降落到所罗门群岛，这台载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专机，伫美日印澳4国峰会才拄啊落幕的时阵，也为日落开始展开拢总10天马拉松式的行程。王毅要访问南太平洋岛国，也搁伫东南亚的东帝汶等8个国家，并且要伫非洲来主持第2届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始终是真诚相待、相互尊重的好朋友，我完全不认同所谓中国和南太岛国的合作会引发新冷战的这样一种的说法。想伫中国进前，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第2日先飞去非洲，展现澳洲重视甲非洲的关系，强调新政府的承诺甲保证。路透社报道，中国寻求甲太平洋岛国达成包含安全甲数据通信合作的区域性协议。不过部分国家是烦恼，中国安尼做可能会让地区甲国际紧张局势更加严重。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对中国甲太平洋岛国的协议磋商过程会感觉真烦恼。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se reported agreements may be negotiated in a rushed, non-transparent process. It's worth noting that the PRC has a pattern of offering shadowy, vague deals with little transparency or regional consultation. 美国要烦恼的代志唔哪一件？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号呼吁国会通过美国晶片的法案。伊认为晶片敢若靠外国来供应，会变做真重大国安问题。美国需要自制晶片产业，唔是靠朋友支持。伊举一个例，表称飞弹系统中有250个晶片，袂当全部拢甲台湾买，这真无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再来看美国总统拜登车站对亚洲的访问刷登去美国，结果北韩昨透早1点钟内就发射3粒飞弹。南韩的军方是分析讲，其中有1粒是洲际弹道飞弹，火星77型哦。昨已经是北韩今年第16届试射飞弹咯。日本跟韩国拢伫第一时间发表强烈的谴责，美国跟韩国后来嘛发射1粒飞弹来警告北韩。大约有30架 F-15K 的战斗机伫跑道顶悬准备咧入叮当，这是南韩军方发布的影片，用来回应北韩的呛渡。就伫咧美国总统拜登当结束伫咧伊的亚洲行，要转去华府。北韩25透早6点左右，就伫1点钟内连续发射3粒飞弹。 북한이 오늘 대륙간 탄도미사일과 단거리 탄도미사일을 연이어 발사한 것은 유엔 안보리 결의를 정면으로 위반한 불법 행위이자 한반도와 국제사회의 평화를 위협하는 중대한 도발이다. 정부는 이를 강력히 규탄한다. 这已经是北韩今年第16摆试射飞弹。 第一遍发射的是洲际弹道飞弹，伊的飞行距离有360公里，高度540公里。南韩军方分析讲，这真有可能是火星17型的这个洲际飞弹。日米米韓首脳会談や
日米豪印首脳会合が開催された直後におけるこのようなミサイルの発射は明らかに挑発行動であり断じて許されません。另外，南韩国家保安室公布上新的情报，金正恩打算后一步要来伫咧做第7遍的核子试射。南韩情报部门嘛伫咧24度已经掌握到这个消息，北韩48小时内会发动武力抢渡。25透早北韩试射了后，韩美就随来展开联合军演，要个试射飞弹来回应。 한국과 미국의 미사일 부대는 한국군의 현무투, 미군의 에이테크스 각 한 발씩 동해상으로 연합지대지 미사일 실사격을 실시하여 북한의 추가 도발을 억제하기 위한 연합전력의 신속한 타격 능력을 현시하였습니다. 南韩总统尹锡悦当天嘛紧急来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对北韩飞弹试射的相关汇报了后，指示会照美韩领袖峰会协议，强化扩大威吓力和韩美协防态势，用来对付北韩的核子威胁。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 最近外界提到新疆的机密文件、新疆的警察档案，内容是有写着维吾尔族的穆斯林红领起来受敌虐待。昨中共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甲联合国人权专员视讯，习近平是强调讲，中国人权唔免其他的国家来讲一寡有诶无诶。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瑟莱的新疆之行受到国际的关心，因为伊到底是会讲出对新疆乌幕，也是讲会来正做替中国漂白旅行。因为新疆警察档案文件外泄的时机真敏感，安尼嘛，互北京当局感觉真歹看。25，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瑟莱的视讯会议的时阵，替中国的人权记录做辩护，强调讲，伫咧人权问题顶悬无存在理想国，嘛无需要别个国家的洗牌的教师爷。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It is a priority to engag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directly, to see how we can collaborate on human rights issues domestically, regional, and global. 新疆警察档案曝光了后，美国再度重申巴瑟莱访问是错误的。美方无认为讲中国会当互对新疆人权的环境来做全面无受到控制的评估。德国表示会调整对中国的政策，而且会以人权议题做优先的考虑。中德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互惠的，希望德国政府和政客正确看待，不要误导民众，损害自身利益。 新疆警察档案记录中国对上百万维族穆斯林的逮捕、关押，还有虐待大量资讯。有真侪在押维族的人去互人卡了手铐，甚至头还阁弯起来。有的人想要逃走的时阵，去互人枪杀。中国对这件代志，因是完全无承认，讲这拢是世纪的大白贼。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再来看国内的消息咯，大雨已经落几啊天咯，桃园的滨镇、旧山拢传出有路基流失、淹水、房山顶灾情。其中伫滨镇咯，有一段丰信道路崩去，有4台停伫路边的车落去，水圳大水沟哦。加载是无人着伤，市政府今仔早起嘛去现场了解状况。吊车甲落落圳沟内底的车吊起来，受到蒙井河方面的影响，各地拢落大雨。 桃园平镇区双连里双连一段199巷附近100公尺伫爆化边的车路崩起，原本停伫路边的4架车落落圳沟底，加载无人伤亡。伫水头的20间人家厝的地下室，嘛是30年来头一届做大水。我是听到我家的警报器响了哈，后来我老公就出来看，第二次一走出来，车子就砰就掉下去了。可能大台比较严重，好像整侧边都烂了。昨天有先把。 挡住这个过岭支渠的一些障碍物，先把它捞到上面来哈。至于渠道的抢修，我们会尽快招商发包来做一个紧急抢修。桃园市长郑文灿透早去平镇视察车路崩塌的事故，讲到过岭阴惨的水路，起好到达已经20多年，是有较旧啊。初步间破是连续几啊天的大雨，地处路基压坑，除了紧急修理，嘛希望重新规划过岭阴惨的水路，甲爆化边的车路。 可能昨天的下雨真的是太大，一时的宣泄不及了。所以现在如果要新做的话，你们会建议他们就是水管往上走，会比较好。
方便排水。对，方便排水。我想，因为极端气候，防灾的韧性都需要提高，尤其是在区域排水方面，我们也会加强。连续几啊天落大雨，桃园是真无平静。25暗时，除了平镇区车路崩落，致死4架车落落去圳沟。鼓山区嘛发生山坡地有土石崩落，当中一架轿车是规个密密麻麻，加在嘛无人伤亡。市长陈文灿除了指示工程单位，都要加强巡逻甲检查，若是拄着上大雨的情形，较高淹水的所在，都要启动水灾自主防灾的准备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苗栗的雨嘛是都未停哦，昨暗通宵的第一线通湾里路段的工地拢是暗门土，有4台奥多拜伫附近累残，2个人受伤哦。民众是指控讲施工的单位无顾到公共安全，包厢是赶紧去现场处理。大雨伫暗时是一直落，骑士骑车经过这个路段，向车拢失控所滑倒，走落来阁有一只经过嘛摔倒，如何今日出来关心？你有没有受伤？没有啦。你会去做配套不？因为我还要赶着回家。哦，好了好了，你如果说觉得没有问题，你从哪里上来？高雄。有骑士因为赶要转去，无要追究，不过散拍规身躯全伤。附近居民表示，25号暗时伫苗栗通宵，第一线台湾里路段，因为大雨视线不好，无注意到，涂骹间拢是满满的土埋膏，上少有4个人因此刹车，伊2个人还佫送医。发现是那个厂商的后面有堆积大批，有堆积泥土，然后被雨水冲刷，流到台一线上。附近居民表示，因为第一线边的材料工厂并无设置家己的排水管，不过选落去瞬间就降大雨，原有的自家排水管是无法度应付，嘛使得路边全部都被冲刷，土埋膏溢满路面。虽然伫去年已经真侪厝建议管库，不过还是无回应。伫包厢嘛，伫暗时今年来清理路面。那个自溶石就是一个临时的自溶石，也是永久性的，水都排到里面去。前几次下大雨，其实也都没有这样的情形。工地包厢指出，已经伫工地边来施做临时的避风堤，不过还是可能因为瞬间的雨量伤过大，无法度来宣泄。政府表示嘛，将会回看改善，不过附近的居民更加烦恼，收落来已经是雨季，类似状况会一再发生。记者苗栗采访报道。花莲家甲看守所最近有真侪人拢胃着病，看守所是有超过2成的受刑人染着病。花莲县卫生局是认为这应该是工作人员对社区甲病毒拖到看守所的。花莲的国军总病院是积极的协助，目前疫情已经受到控制了。疫情拖到校正单位，花莲家团出规定小会。根据家的资料，为5月7日开始，连续传出一寡个案发生。家立刻做感染的管制，除了加强家消毒，对监所的人员分做3个区来管制。因近期疫情变化快速，本间依分仓分流原则，区分为确诊隔离区、密切接触者区及健康区，进行人员管控，并安排就医。滚动式调整本间防疫作为。另外，花莲看守所同款嘛是发生规定小胃感染。根据卫生局的调查，传染过程都是工作人员为社区带病入来。那到目前为止，那在我们的看守所的部分，他们的工作人员他的确诊率是23.8%。那对于我们的里面的这些弟兄们那他们的确诊的人数是为23.9%。然后在23、24这2天，他们已经没有新的个案出现。卫生局强调，因为工作人员下班了后，也是会回来到社区，难免会将疫情带入来家工。目前花莲家工1509个收容人，感染的比例是2.7%，即关230人，感染比例达到12.9%。由国军花莲总病院感染科负责协助控管甲医治。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新北市的华夏科技大学，昨暗传出讲台湾科技大学准备要来接收哦。也毋过华夏科大早起是表示，因的董事会并无做出最后的决定。教育部长潘文忠是强调讲，有甲大科大讨论过哦，华夏是有考虑讲要甲校地关予大科大，也毋过开始无做最后的决定。转校用网络上课到学期结束，华夏科技大学零零清清。毋过，2月半暝，大科大学生会面册文章，煞甲华夏教职员甲学生拢行一条。
文章写讲，台科大24的行政会议甲25的校发会，按算要照替张条例接受华夏科大。现在的了解，董事会根本就没有这个决议。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全校师生都很纳闷，八字还没有一撇啊。那您说奇不奇怪？华夏科大表示，董事会也无决议，唔知影台科大为虾米会有这款消息。台科大发声明讲，因为校地发展受限制，替张条例拄过，即马有机会，捌伫咧非正式的场合讲到合作的可能性，毋过华夏也未答应。台科大后来提议是想要先达成共识。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华夏毋是专区学校，了解讲董事会是毋望伫咧财务也会当应付的前提之下，考虑甲台科大合作，甚至是将学校来做合并捐给台科大的这样的想法，目前仅止于他们双方在做沟通两间学校也咧沟通，潘文忠毋望讲会当悄悄好势，嘛会尊重最后的决定。就位华夏的老师是表示，从来都无接到台科大要接收的信息，但倒是今年学校内底有7成的老师人数支持甲台北医学大学合并。因为如果是合并而不是捐校产，那就是老师的工作权都是还是会保障。所以现在，可是他现在又公布了，我们就老师都快昏倒了。师校工会认为讲，华夏董事会无甲校内事先沟通过，台科大又搁单方面发布接收的计划，等于就宣告华夏要停办退场，教职员的工作权受到危害，今年的招生嘛会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目前只有4间饭店有环保标章。宜兰县政府是按算讲要来加强辅导业者来取得环保标章，今年按算至少要有6间到7间哦。县政府会补助3万块来提升业者的意愿。我们就不提供一次性备品，像是牙刷、牙膏啊，然后乳液这些我们都不提供。无提供一摆性的备品，房间内的便所采用省水省电的水道头甲马桶，回收水搁再利用，这拢是饭店业者摕到环保标章的条件。宜兰县240几间饭店旅馆，煞干那有老爷饭店和太平山庄4间饭店摕到环保标章，还讲数量伤少。如果要取得这个环保标章啊，程序是非常的繁多。那可能在县府这边呢，给予协助的部分呢，真的是很少啊。县府统计宜兰县的环保旅店133间，不过要摕到标章，干那需要符合无提供一摆性备品的10项条件。假使若是要摕到环保标章，迄就要搁来提供省水省电水道头和马桶、垃圾水回收搁再利用30项条件，甲比起起来加真严。这2项伫个环保措施顶悬有落差。为着要提升宜兰的观光形象，县府应该较直接来辅导业者摕到环保标章。除了我们的人员跟他业务的一个辅导之外，他所参加所需要的费用将近3万元，也全由我们宜兰县环保局来负担。根据了解，为着要换省水省电水道头这些环保设备来符合环保标章的条件，对业者来讲要开真侪钱，成本提悬真侪。致使讲有真侪业者担担。县府讲，逐年拢会来透过说明会，互业者更加了解这个方式。逐场拢有差不多约40间业者来参加。今年估计会有辅导6间至7间的业者，互因来摕到标章。县府嘛，互因3万块来补助，来提升因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婚礼的图库，有一对阿嬷照顾的子弟啊，为着要线顶上课，影响学校借一台电脑做回使用。也毋过哦，2个人拢爱上课，所以因就去图书馆，其中1个人就使用图书馆的电脑来上课。县政府的教育处是表示讲，其实学校拢有设备嘛有够，因应该爱向学校来反映。不但得到新奇的发现。老师点名读过小5年的林小妹，马上念出造句。不过，伊上线顶确定的地点，确实咧图库图书馆，主要是因为厝中阁有一位弟弟读4年的，但因只有向学校借一台电脑公家用。根据上线顶的课程，都需要轮流到图书馆来上课。是比如说今天是我来，然后明天就换我弟弟。我们家只有阿嬷的手机，可是阿嬷平常会用到，所以我们都会来图书馆或者是在家用学校借的电脑。一台就对了。对。因为这样，其他同学才有办法借到。电脑就放在这个地方，那个规则是我们定的，但是我们是为了读者、为了需要的人，可以随时做调整。对，所以说我们当下也没有想很多，就直接就是帮他们把那个系统解除，让他们可以好好上课。官方表示，我们图书馆使用电脑的规定，一届以40分钟为上限。
但近期学校5期到学开始，陆续有学生因为家长的考量无到学校，为了方便只有特殊因素的囡仔会当专心学习，才来做应变。来的人就是都不太一样，就是也会有新的人知道说可以来，他就会来使用。那有一些是因为网络的问题，因为他们家里面的都是用妈妈手机的网络，兄弟姐妹同时上线的时候就会一起断线。文管副教授表示，经统计，近期县内学生第一次学习，因为电脑设备不足，向国民中心总共借出电脑和平板大约500台，无线网络分享器567台。如果有设备的需求，拢会当向学校来反映。希望实体停课期间，互囡仔学习无中断。记者有报道。来看台东县的农民最近发现讲田里的稻仔拢拍切，有专家是认为讲甲黄霜雨是无啥物关系，应该是伫报田的时去拄着落雨造成的。台东的气象站统计是显示讲，今年的正月份到5月份有日头的时间拢总只有87点钟，是最近10冬来上少。农改场的专家就讲，有日头的时间变短嘛会去影响到稻仔的成长。关山镇的农民手提规重的稻仔，切一个甲地落内底竟然是空的，农民的心情是足着急的。农民讲，可能是最近雨一直落无休困，而且温度一时啊寒一时啊热，才会造成稻仔变作是拍切。不过有专家去现场了解，因为目前雨季甲温度，换啊寒换啊热，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有的农民较早布黄啊，伫目前雨季来进前，稻仔的花就已经开啊，地属稻仔无法度浪费有关系。有的可能都只剩下1、2层的稻子而已了。139的台梗11号，其他拢总差不多拢总对。目前接获到的讯息大概都是局部的，以早插比较严重，然后另外就是在开花的时候，它刚好有降雨的时候，它会发生的特别严重。这几年台东县的稻仔受到气候的影响，造成农民的损失。根据台东气象站的统计，今年1月到4月落雨的时间，比前3年同期的平均大较侪工。那今年1月份至5月份累计有日头的时间，嘛是这10年来上少的，敢若有87点钟。5、6年来降雨日数4、5月都是在下降的，那今年有很明显的在增加，每年的1到5月的日照时数都在87小时以上，所以今年算是过去10年来的日照时数最少的一年。农改场的专家讲，日照的时间变短，稻仔咧生嘛会变较慢，雨雨也未受到影响的农民，建议慢1礼拜挂稻仔会较把水。台东县政府表示，目前农民的损失还佫来做调查，不过今年稻仔强制纳入收入保险，农民若是有损失，会当来申请理赔。记者综合报道。如果有啉酒塞车以外，有一个姓王的驾驶昨暗塞车经过台北市新生南路甲北德路口唔拿啉酒，佮一边塞车一边讲电话，结果启动着人行道甲青红灯的电话条，并且着伤另外，有一个驾驶是违规开无灯互临检佮拒绝酒测。暗暝无风无摇，视线正清，驾驶煞开雾灯，伫道路行驶。巡逻员警立刻向前临检，发现伊毋但违规开灯，车内还有正重的酒味，向驾驶实施酒测，对方煞有淡薄仔为难。你在拒绝接受酒精浓度测试嘛，对不对？酒后开车发生伫台北市文山区新海路4段。4道驾驶甲员警坦白承认，甲朋友食饭有失规备烦恼酒测值会超过标准，会进法院，所以拒绝酒测。警方是依照道交条例开单稽发。卓男再三思考后，表示拒绝接受，警方遂依法制单举发并没入其车辆。另外一件，姓王的驾驶转厝半路，哪讲电话哪开车，无想到下一秒。事故是发生伫25暗时10点外，驾驶经过台北市中正区新生南路甲北德路口，弄到人行道石墩甲青红灯的条啊，规台车变去。警方到场实施酒测，明显超过标准。驾驶涉嫌摕手机哪讲电话哪开车。现场针对驾驶人实施酒测已明显超标，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酒后开车害人害己，这种心无应该有，毋但可会产生事故，情况严重，也有可能互真侪家庭破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水里车顶火车头遮有一张上百吨的青鸭树最近因为染着病，另外潭管理处赶紧请树鸭医师来看病已经先帮这张青鸭注药咯，会个继续来观察。对车顶火车头出站，就会使看到这张见证在地100年历史的青鸭，当咧吊大筒。
树仔食到遮侪岁啊，嘛是甲咱人共款会破病，这张青仔也当咧接受治疗。围起来就在治疗，因为它那个树枝会掉下来打到客人，打过很多遍的。青仔即目前伊有带着一块病菌，咱防管处嘛真积极来处理，即目前咧处理应该是会达到复原啦。1921年种落去的这张青仔，其实这几冬就时常咧破病，最近是特别严重。得到人讲是树仔癌症的黑金病，立国潭管理处特别请一级特生中心的树仔医生来甲伊治疗、甲注药啊。毋过为着防止树仔放弃发生危险，现场也用棍架来采树仔。特生中心的一个植物专家建议就是说，因为他们按照他们的经验，在医治的过程当中，那个药剂注射之后，怕有一些根系会腐烂掉这样子。所以怕说游客的安全的问题，所以建议我们用大型的一个钢支架来支撑这个树木，防止它倒塌这样子。青仔注好药了后，佮要观察几个月的时间，才会当安排术后的治疗方式。众人也希望讲，100年的青仔会使赶紧好完全。记者综合报道。环保团体发现屏东垦丁第26线尊芳街路段有做水沟围墙要来挡土石流也毋过煞去影响到路径的生态。环团是建议讲，这个特定的路段应该爱规划高架的道路，也毋过公路总局是表示目前因是无这款规划。街路拢是沙石，公路总局赶紧来摒扫，都惊车经过时触道发生危险。想要解决沙石问题，公路总局伫第26线尊芳街路段起一个水沟墙来挡沙石。毋过环保团体指控讲，这毋但阻碍保育类的绿化因的路，工程设计佮破坏因的生态地。竟然盖一个将近4米高的万丈深渊。好，这个是非常荒唐的设计。水文才是真正让七地40年来不断劣化的元凶。安奎雄认为讲，这届工程完全显示出施工的单位无考虑到绿化生态，阻碍到因的动线。伊理解公路总局有维护道路安全的责任，因安尼建议讲，若真正要保护绿化，应该伫第26线的金石湾和港口的溪水口起一搭宽2公里、甲500公尺长的通道，保全生态。毋过学者认为讲，这有困难。都有居民居住，所以我即使你架了天桥之后，你还是要让那个居民他们有对外的联络道路。也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个建议的话，其实是有难度。面对环保团体的指控，公路总局讲，应该伫保护绿化路段还有一段努力。针对环保团体的建议，目前也无规划。毋过坦白讲，无做好沟通，需要检讨。未来会伫生态的重点区做好检查，莫甲工程冒出去了后，才发现问题，要来补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西班牙马略卡岛的外海，顶礼拜有一只大海鸥去互渔网填掉的。加载讲有专家通报，救援中心是派出4个专家畅水去救这只海鸥真配合，互救援的行动是真顺利。后来伊阁发出声音亲像是细道声才收走。伫海里，这只海鸥当面临生死关头，4个畅水人员举刀挖过，想要甲斗3工。因为伊规分输去互一领违法使用的铃仔填掉咧。这个海蟹伫西班牙马略卡岛东边，离海边差不多5公里远。有船仔经过发现了后，赶紧通报当地救援中心，因随出动船仔挖过。一个海洋生物学家观察，这只12公尺长的海鸥，想尽办法想要甲填掉咧网仔滤掉，毋过煞拢是白了工。Casi no tiene fuerza, ¿vale? Tiene una red que es súper larga y tira popa, tira abajo. Se pasa por la dorsal. 原本想要伫咧船仔顶直接甲网仔挂互破，毋过煞无成功。4个救援的人员随闯落海底，发现这只海鸥连喙都拢去互网仔填掉咧。打开始海鸥看到人还阁淡薄仔紧张，毋过过一时伊敢若知影讲，这个人是要来甲伊斗3工的。I don't know, call me crazy, but I think she knew we were there to help her, and she just relaxed, and we started working from like the front of her mouth backwards. 这救援的人员用45分钟，才总算把网仔规个拢拔起来。伫挂网仔的过程当中，嘛感受到这只海鸥有哪咧配合，想要赶紧把网仔透开。
生物学家吉吉托拉斯讲，这只海鸥重新得到自由了后，还佫有歇伫遐一时啊。伊感觉讲这是海鸥伫家洗多谢，了后伊才收走。迄天拄好嘛是这个生物学家的生日，对伊来讲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受到风影响，今仔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有平乌、金门拢会落雨，也是落雷公雨。明仔载台湾的西半部地区有平乌，马祖嘛拢会落雨。台湾西半部嘛有可能佮继续落大雨，民众都爱特别注意哦。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收看《公视第2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